你是一个冷血的人，假使俺唔互伊抓到，那你就更加凄惨吗？那你等下先下手为强，给你抓起来。张振凯，这么严重的代志呢，你阁笑会出来？我是咧笑你，你真正是做无头绪的。啊，拄则阮爸才咧讲，你要做任何代志之前，啊先算看家己的背义有偌重。啊，随讲你煞随袂记，我想要替我妈处理苦渣呢。我看你真正是金鱼脑，头壳会记伫甲7秒呢。我真正就烦恼阿姆的呢，不搞我笑，实在有够无良心的。什么我咧无良心？拄则我是安怎救你的？敢讲你拢袂记啊？那有，我拢会记得，好无？啊，就算啊，我看下。无爱啦，这无情无义、忘恩背义的人，莫当嘛加好衰啊！哎呀，莫生气啊！我看下。哎呀，无爱啦！生气啊哈！哎呦，这样够水啦，袂是气骨嘞。实在足烦的，哎呦，莫叮当你啦！唔这烦，莫叮当啦！看起来拄则对小秋遐尼要紧的模样，甲因两个即摆的互动，要讲因两个若无意外，我才唔信。是讲阿凯一定唔接受爱话，敢真正是为着小秋？哎呦，就我上街啦，快点啦！够水耶！唔系，无我是要考验小秋啥啦？啊，小秋就是这世界上上界好了解的查某囡仔，一条肠啊烫到底，单纯甲无犹豫。啊，这种个性若甲阿凯做伙嘛袂歹啊。啊，你听。开始。凯啊，愈想愈袂放心。我看我来四界才顺路一下。啊，恁两个互相照顾，是讲搭帮搭吼，唔通搭甲怎有感情啊？哎呦，阿伯，那你这你爱讲生笑啊？哎呦，平常时都拢安尼啊。对啦，小秋，拄则伫内底的时阵，你毋是有话要对我讲，啊，也未讲完，即摆当讲啊。敢有？我有用讲完啊。哪有啦？你毋是讲什么其实？啊，其实是安怎？其实，哎呦，我上班迟到了啦，我爱跟来。张美凯，你创啊啦！张振凯是想要整我哦。哎呦，我早起袂记用漱口水，而且我未准备好呢。你的拢是我，我是把你支持。你要离婚之前，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你的脚敢有受伤？头敢也介虚？还是你的身体倒位有够无爽快？拢好啊，除了心脏跳较紧以外，其他拢正常。多谢你关心我。跳足紧的，讲小秋，你是咧歹势意思？听起你讲，你介意我当去有好好想过，其实我是安怎？到底是想要甲我讲啥？哎，说去，莫甲想啊！